大家好，今日要介紹嘅係我改良過之後嘅卡組。如果有睇之前我影片嗰啲人應該知道我組咗一副紅色同埋綠色嘅卡組，今次我都改良咗啦，而家俾大家睇下。依副係綠色嘅，係等一陣。好，到介紹閃卡啦。依個忍者2張，密林勇者王2張，爆盡獸1張，天印之勇者1張，同埋依張星騎士1張。係，跟住到紅色，呢個3張，係，同埋我今日會介紹啲嘢嘅。跟住到閃卡，雷帝龍騎2張，同埋依個霸龍2張。同埋我今日會介紹下我向人收購嘅卡，係等一陣。就係依張幻羅星龍啦，係向我朋友收購港版嘅，就用咗10蚊再加2張紫色閃卡嘅。好，今日介紹到呢度，拜拜。